誰懂啊，好耐冇睇過一套可以令人血脈沸騰嘅動作片，直到安志傑嘅新網大怒襲上線，直接將2026年嘅動作片市場盤活咗。今年嘅動作片市場本來仲冷冷清清，前有謝苗東北警察故事3上院線，豆瓣7.9分封神，令呢位童星再度翻工。接住落來，安志傑嘅火拼就接力發力，打呼夠狠夠猛，槍戰場面燃到爆，直接將人拉返港片黃金年代。本以為呢兩套就夠解癮，點知安志傑居然無縫銜接，再甩出一套王炸網大怒襲，上線奇異果淨係1晚就狂登飆升榜第一，熱度直接炸穿平台。睇完我淨係剩一個感慨，呢套夫真係太敢拍啦！講真，怒襲絕對係2026開年尺度最狠嘅網大，冇之一。影片以安志傑飾演嘅退役特種兵黃阿龍尋找失蹤女兒為主線，全程高能冇廢話。阿龍孤身潛入電炸園區，親眼目睹里面詐騙、器官販賣、奴役等一系列滔天大罪，最後徹底被激怒，開啟殺神模式血洗園區，由頭打到尾，爽感直接拉滿。懂嘅都懂，網大向來敢拍，但怒襲嘅尺度仲超出預期，狠到令人寒背脊。開頭就暴擊，兩個被騙來嘅女仔試圖走佬，被捉翻之後居然被擺喺燒烤架上活活虐殺，直白到刺眼嘅畫面，瞬間將園區嘅恐怖絕望感拉滿，睇到人心寒頂。鏡頭一轉，安志傑飾演嘅阿龍鬆黑膠袋裏一躍而出，呢個時候嘅佢已經被不法分子囚禁，就快被挖器官。面對試圖傷害佢嘅醫生，阿龍直接展開反擊，逼問女兒下落。面對醫生鬆背後偷襲，佢一刀封喉，乾淨利落嘅動作，瞬間立住退役特種兵嘅強悍人設，亦都鋪墊咗後續復仇之路嘅決絕。跟住阿龍嘅腳步，電炸園區嘅完整罪惡鏈條被徹底揭開，每一個角落都黑暗到窒息。電炸區入面，負責人瘋狂向被困者洗腦，業績唔達標就當場用電棍毒打，就連幫同伴求情嘅詐騙銷冠都差啲被當眾侵犯。喺呢度，無論係銷冠定係普通員工，統統都係待宰嘅牛羊，冇半分尊嚴可言。更黑暗嘅仲有紅燈區同血庫。紅燈區入面，無數無辜女仔被強迫接客，唔聽話就被媽媽桑用毒品控制，一步步喺絕望中沉淪。而那些又完成唔到詐騙業績，又唔肯服從紅燈區安排嘅失敗品，會被直接送咗去血庫，淪為人形血袋。不法分子用高額獎金做引誘，引導被困者過度獻血，完全冇安全保障。一旦有人因為失血過多死咗，屍體就會被即時拉去回收器官，最後通過直播拍賣，將受害者嘅器官明碼實價賣俾世界各地嘅買家。全程冷酷又殘忍，每一幕都喺挑戰人嘅生理極限，睇到人心淡又憤怒，亦都終於明白點解話被騙入電炸園區就等於墮入地獄。不過好彩，極致嘅黑暗之後就係阿龍嘅復仇名場面，爽感直接抵消晒所有壓抑。作為退役特種兵，阿龍身手強悍，洞察力驚人，目睹咗園區嘅種種罪惡，確認女兒嘅遭遇之後，佢徹底被激怒，開啟殺神模式，單槍匹馬橫掃整個詐騙園區，逐一搗毀犯罪窩點，冇多餘廢話，全程都係拳拳到肉嘅真實對抗。講真，安志傑嘅打呼從來冇令人失望過，今次喺怒襲入面更係貢獻咗封神級表現。全片由頭打到尾，棄咗多餘嘅特效，每一拳每一腳都力度十足，凌厲又火爆，一記飛腳直接踢到人心坎裏，打鬥時濺起嘅血花清晰可見，真實感拉滿，睇到熒幕前嘅觀眾雞皮疙瘩掉一地，腎上腺素全程飆升。而全片最燃最出圈嘅名場面，擋足安志傑同伍允龍嘅最終決戰。熟悉動作片嘅都知，伍允龍都係實力派動作演員，之前喺《東北警察故事3》入面飾演幕後 boss， 打呼就驚豔全場。今次兩人同台飆呼，直接將氣場拉滿。決戰現場，伍允龍飾演嘅大 boss 點燃美金，火光漫天之中，兩人展開殊死搏鬥，凌厲嘅動作，緊張到窒息嘅氛圍，再加埋兩人精準嘅情緒把控，安志傑嘅憤怒絕望，伍允龍嘅瘋狂殘忍，統統通過動作同神情表現得淋漓盡致。癲狂感直接溢出熒幕，視覺同感官雙重暴擊，
睇到人大呼過癮，堪稱近年動作片最驚豔嘅決戰名場面。怒襲可以爆火，除咗尺度夠狠，打呼夠嚴，最關鍵嘅仲係安志傑嘅實力演繹。講起上來，安志傑喺港圈混咗20幾年，星途一直平平淡淡，但實際上佢嘅起點極高，甚至一度被稱為李連杰接班人。剛入行嘅時候，佢就被揀中接替檔期太滿嘅李連杰，出演黑俠二主角。雖然呢套呼口碑不如前作，但安志傑嘅硬核身手依然被人留意到，仲憑住呢套呼提名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演員，起點直接拉滿。之後佢更係接連同成龍、李連杰、甄子丹等巨星合作，《新警察故事》入面，佢同成龍對打的掃腿3連踢，成為影片名場面，就連成龍都認可佢嘅身手。特殊身份入面，佢同甄子丹嘅近身搏鬥，更係將港式動作片嘅魅力發揮到極致。可惜嘅係，過於出色嘅反派演繹，令安志傑陷入咗角色固化嘅困境。之後好多年，佢演嘅統統都係硬核反派，雖然每一個都演得好到位，但長期重複嘅角色，依然令觀眾產生審美疲勞。再加埋港片市場沒落，佢嘅演藝事業亦都一度陷入樽頸。好彩安志傑及時轉型，將重心轉向內地網大，點知直接打開咗新天地，逆襲成為網大一哥。2022年，佢主演嘅首部男主網大猛戰，淨係幾百萬成本就狂攬4000萬票房。之後2年，零號追殺、黑白潛行相繼上線，分別斬獲4390萬、3767萬票房。2次登頂年度網大票房冠軍，用實力證明咗自己嘅號召力。而今次嘅怒襲，更係安志傑深耕網大市場嘅力作，不單止打呼依然封神，演技亦都實現咗突破。佢將黃亞龍呢個痛失愛女嘅絕望父親刻畫得入木三分，從一開始尋找女兒嘅焦急迷茫，到目睹罪惡之後嘅憤怒絕望，再到復仇時嘅決絕堅定，每一種情緒都好有感染力。徹底擺脫咗動作花瓶嘅標籤，令觀眾看到咗佢嘅可塑性。不得不說，怒襲嘅爆火絕對唔係偶然。比起而家好多動作片過度依賴特效，打呼軟綿綿，呢套呼堅持拳拳到肉嘅真實打鬥，再加埋緊拍嘅尺度，將電炸園區嘅罪惡赤裸裸咁呈現出來，既有娛樂性，又有社會警示意義，難怪可以收穫咁多觀眾嘅喜愛。更難得嘅係，怒襲仲打破咗網大粗製濫造嘅固有印象，用紮實嘅劇情、精彩嘅打呼，證明咗網大亦都可以出精品。而家好多藝人跨界拍網大，淨係想揾快剪，作品粗製濫造，但安志傑唔一樣，佢深耕動作領域20幾年，無論係院線定係網大，都始終打磨自己嘅身手同演技。呢份堅持喺而家嘅娛樂圈真係太難得。對比那些開演唱會唔開幕，拍動作片靠替身嘅藝人，安志傑真係太有良心，每一場打呼都親身上陣，拳拳到肉，招招致命，將港式實戰動作片嘅靈魂表現得淋漓盡致。亦都難怪怒襲可以上線即登頂，可以令觀眾睇完大呼好耐冇咁爽過啦。而家怒襲嘅熱度仲喺持續飆升，相關話題不斷發酵，越來越多觀眾被呢套尺度夠狠、打呼夠嚴嘅作品圈粉，亦都重新認識咗安志傑呢位實力派動作演員。有人話怒襲拯救咗沉寂嘅動作片市場，呢句說話一啲都唔誇張。如果以後嘅動作片都可以有怒襲咁嘅誠意，驚冇觀眾。